立法院国民党的总调鲍昆萁，按算25号要带领着将近20个国民党的立委到中国来访问。民进党的立委陈廷辉提出着质疑，是要去讲啥？时间点敢有适合呢？25号要出发的这个时间点，也是伫立法院的会期当中。除了民进党的立委炮轰讲，这是翘班抹灰之外，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嘛正惊讲，到时阵有表决会输予民进党。 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伫咧北京搁一摆面会。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调鲍昆萁预计伫咧4月2号，嘛要带将近20位南亚立委访问中国4天。目前我不会去，我是自己有我的行程，所以我没有参加。我没有被那个事前我是不晓得这个事。我作为新科立委第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大体上选择以立法院为先嘛，这站稳选区，然后先把立法院的生态跟这个工作摸熟来。受访拢讲袂起，不过鲍昆萁这回招团访问中国，2月就开始伫咧准备，向邀请对象大部分是非都会型选区的新科南亚立委，是到可能伫咧北京见到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，不过出发的时间选伫咧拜四，国会明明还搁伫咧开会，然后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烦恼，任期表决战会输予民进党，嘛扣停下这期放弃表决。 对开会态度是无要无紧。请问你们要谈什么？在开会期间，基本上立委有立委的职责，那你率团去到中国适合吗？否则在这种时间点，你怎么会去选择去中国？ 访问故意做偷袭式的表决的话，如果说这个提案不是一个有道理的一个提案的话，我想民进党团也应该要对国人负责。也未后悔，就带立委去中国，引起争议歌，嘛传出鲍昆萁要去中国，顶礼拜才甲国民党讲，国民党八会党中央和党团都有瞧好势。鲍昆萁去中国，朱立伦嘛可能伫咧6月去中国，无论敢是要和党中央的身份并一起，国民党去中国是哪来哪切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